30幾年咧都係湊住佢，即係唔會去得好遠啦。咁咧而家咧就可以去睇下我未去過地方。係啦。欣欣從2012年開始使用本中心嚴重殘疾人士日間照顧服務。媽媽雖然排咗院舍，但希望自己一直繼續照顧女兒，凍結咗輪候隊伍，諗住當自己年紀大到真係照顧唔到嗰陣，先至解凍隊伍。咁樣上次同醫生傾完偈之後，醫生話啊，你都要俾時間大家互相適應。係啊，你已經大咗，突然間有啲咩事情？係咯，係啊，因為趁我而家仲有能力照顧到佢咧，咁樣如果就算佢暫時未適應啦，佢都可以翻屋企先啊。好，我知道咧，媽媽你好叻喎，諗咗啲方法咧，點樣幫你自己啦，同埋阿女去適應。開頭咧我就諗住俾佢唔好寄宿住嘅，咁咪朝頭早去，夜晚翻屋企。如果你哋想好似欣欣咁快習慣宿舍嘅生活，可以好似欣欣咁先用下中心嘅暫託服務。嚟到中心暫託，我哋會因應佢哋嘅能力去設計一啲啱佢哋嘅活動，擴闊翻社交圈子，令佢哋可以適應日間中心嘅流程訓練。最後，欣欣竟然只係用咗2個禮拜就適應咗院舍嘅生活。我都好意外，佢咁快可以適應到。可能一嚟咧，可能佢已經習慣咗日間中心嗰邊嘅流程，可能佢又真係大個女啦。係啊，咁樣去到嗰邊快適應到咧，我都覺得好神奇啊！係咪？掛住佢咯，都係。咁你自己點樣幫你自己？咁而家咧，我有個方法就去由巴士河，30幾年咧都係湊住佢，即係唔會去得好遠啦。咁咧而家咧就可以去睇下我未去過地方。係啦，同埋呢30幾年有咩變化咯？可以約下啲以前咧識落啲朋友咧，因為咧以前其實湊住佢咧，其他朋友啲咩聚會啊都未必參加到咯。咁但係而家咧就可以約佢哋出嚟飲下茶啊、傾下偈啊，咁樣都幾好咯。好開心啊！係啊，即係年紀大啦，一路都咁樣，始終都係要呢一條路係咁樣行咯。係覺得咧，啲家長可能未去宿舍之前，去下暫宿啊，或者暫託嗰啲，會唔會幫到佢哋適應啊？我未試過啊，咁佢咁耐都未試過去暫宿㗎。咁樣，但係而家咁樣，我覺得咧都可以試下嘅。如果你都好想好似佢哋咁，有興趣使用暫宿暫託服務，可以致電27026002同中心社工聯絡。